看到啥物啊？看到你的这个，你的心会清净，甲你知识甲了浮起来 ，and then 你get尾啊，你的心高日清甲掂，甲尾来正的这个叫做正的这个圆满的智慧浮起来。and 你会谈到这个觉悟 enlightenment， and 到你看到 enlightenment， 你会知什么物件是叫做涅槃。and then 伊才讲啊，到你若是要知呢是安尼，我的中路就是叫这个八正道，八项你人就要对 ，and 这个八项你人若是对，你人是稳稳跳出这个苦海，唔使过来生老病死。and 这个八正道是安尼八项，头一项伊叫做正见 ，and 这个正见啊有三好款的正见，一好款的正见，你要知讲啊，因果正是咱的教会，你人生活在这世间的位啊，什么物件对咱去，像咱9点钟要离开世间，钱银你未找去，无惊你唔未找去。and 你的放假，你的名声，你虾米拢总你放下，你来空空，你去空空，特别虾米物件对你去，在我对这个三项，心所想，嘴所讲，脚手所做 ，and 这个就是讲啊，心口意行动，你所做的物件，那是无贪、无圣地、无妄想，你是做好的人。and 你做好的人，你的功德爱带你去这一样快乐的所在。快乐的所在是做人逐项照教，做人讲逐项较有。and 这个就是不大讲，萨别萨达伽玛萨嘎伽玛达亚达伽玛尤尼伽玛班杜伽玛巴提萨拉那。佢讲因果正是咱的教会。像个阿爸互咱本着阿爸的教会，第三项，因果带你去正面红光，也是会底去苦的所在。第四项，因果是你亲情，若是讲你伫做好，因果斗骹手路；你伫做恶，因果大家死路，像后母呢。所以就伽马尤尼伽马班杜是亲情 ，and then 因果是正你救车，你会记无咱的天公，伊第四个无你看，伊无做好，特别出去交人伊天公讲，你就砍个过你会改，你会改你啥？你做好，到你做好啊，未来你看伊摊啊，佮做天公的无就第四个这สุญญตา，所以头一项要知这个啊。正见是对这个三项，头一项因果是正是咱的教会。第二项啊，10项人无虾米爱相信，按这10项我要讲互人听，要知逐项啊，正会晓保持，就是咱正福。咱若是无正福，咱时出世真正巧爽，无半项，车本无，钱本无，大本无。and then 破病本无人猜，所以这个头一项啊，爱明白保持正是正福。第二项啊，叫我去较紧。第二项啊，有的人做叫做大拍灾，大拍灾你看有的人啊，伊招几若人，伊来保持才出家人，伊人做大拍灾，伊4个先的回向。咱伊人保持，这个就是讲，伊毋是送互这个回向，伊送互福精。你看啥讲做家丁啊？你看几若个回向，到几若个回向，你有了安尼，你是叫做大拍灾。逐个功德爱圆满 overflow， 甜过头啥水滴甜过头滴流，所以你看为囡仔来出世啊，这边巴到底有俩。阿爸阿妈的福气啊！我的囝有这巴到了，我的查甫人大摊位，
ว่า这个好事，我好个好事，这阿莫话讲 overflowing， 满过头的karma。那是做恶本是上，那是做恶做个真正恶，伊砸来伊个karma本是完满，甜过头，特别甜过头咩，互咱苦。所以有个囡仔啊，伊大啲跋倒的时啊，阿爸无头路，也是失落，改成失败。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就是讲啊 ，overflowing karma，这个是一个大怕灾，还是大恶。第三项，小小的karma，项你知嘛？小小的karma有当时啊，像不到就讲啊，你食饭啊，你饭吹个了是饭粒。特别你要去配个角的时，你想个一吨的鱼无通食，你刚刚行就咧江边去分，互你食。你小小的蛤蟆本是蛤蟆来的，本是有当时啊，一粒的蛤蟆会赚做成百粒的好。安这样，你要卖遐个物件，大啲世间啊，这因果一粒好老款的因果，一好款的因果要带你去出世，一好款的因果你出世了有一个贵人甲小人去对你。那你若是讲小小的蛤蟆只好这物件，就是你看到鸟无通食，还是你看到鸟无通食，你去好，这个物件有当时伊未带你去出世，特别你去出世啊，逐个撞来撞去，你卖虾米物件，那这边看到了，我这边找这个物件，这里有了，这叫做贵人。那若是你做恶，你渐渐地害人，这个本对你去。你所买的物件，这边找无，那边找无，这小人该。所以这个三项，第四项，不但讲啊，咱要知啊，咱所做心口的行动有两好款，一号叫做古沙拉，一号叫阿古沙拉。你记古沙拉是做好，伊定着带你去一直关。咱的做恶是叫做阿古沙拉，人一句烦恼话阿古沙拉，我唔对，那我就是失败。这第四项，第五项，阿爸阿妈卖搞滚，阿爸阿妈是正肥地来，所以真正一人有的人啊，甲礼命爸母，自己甲渐礼命，了自己甲渐啥看衰的爸母，安尼因他那起势，你这个物件，你来搞看衰你的爸母，你无情，甲你无情啊，你就是唔是人了，不得讲啊，人。搞的人伊有情甲爸母，那这个你若是无情甲爸母啊，你爱失败。按这一条经叫做失败经，第四条你看，就是若是看衰的爸母是自己咁礼命的爸母，看衰无限，伊早甲晚爱失败。特别这过时啊，伊无看到，有当时过了老的时，也无听到后事呢。真正坎坷了，伊是个失败。所以这第五甲第六就是阿妈甲阿爸比较厉害，而且你阿妈较大呢。第七项啊，不但讲你知无啊，世间真正侪众生咱看袂到的，有人讲我看无到，我无相信。这个就是叫做乌巴巴蒂教，乌巴巴蒂教是啥物啊？这众生死了啊，就啪。出世做恶鬼，出世地狱，有的人出世做这神只妖精妖怪，所以这个物件，大人讲我看无到，特别不但讲啊，真正济，真正济啊！你讲看无到，你人若是讲唔歹讲啊，伊阮印度教，伊阮真正济人啊，伊人本有时会影着会看到。若是讲真正一人讲爱看会使，你若是坐三马大山交到一个坎站，你家己会看到这个地狱禽兽恶鬼妖精妖怪，甲红光，若是你做好红光本有时来找你暗命。所以这个乌巴巴之家就是讲，一个人若是死了，伊就出世归心啊，伊无讲来出世一个规囝了才来投胎了就是大汉，伊无。你来出世，有时出世囡仔鬼，把在细汉，安尼你看几十年、几百年，伊本是一囡仔鬼安尼，伊去做这物件。所以叫做乌巴巴之家是第七。第八啊，你要知这个世界，达你教啊，把你教甲了讲啥物啊？做人天顶。
地嘅，特別不得看到31元嘅了，這個31元我要叫我吃，就是這個31元嘅錢，就是叫做 concentration， 人集中了集定了嘅時，你看你買無上直接起直接關，所以這個我咪講啊，真一隻紅光咱看無到，只要有嘅天光，你看一看，自己來一看就這個紅光大啲夜幕天落來。安尼你看伊做天光無，你看到這個查某另外較另外較 special， 所以每看伊每個人講啊，淡仔這個人講來是倒落來，伊講是夜幕天，伊來伊是故事是我的小妹，他來落來，你看無較懸的較幼，較懸較幼，所以這個就是不大看到。這個就是第8項，第9項就不得我看到，今日科學啊，你講啊，人要去啲 Mars 啦、Jupiter 啦，即係什麼幾哪項？而這個是原在啲大南這個宇宙這邊啊，而不得看到幾百 million 嘅這個宇宙，這個地球安尼是，而攏總佢兩分有31點。不到今日看到真一啲，第10項就是在這個世間幾百 million 事，唔是幾百 million 啊，幾百 million 事，要出一個高圓滿各項糟糕嘅人，嗰個就是叫做三藐三菩提，以提前訓練10個波羅蜜嘅圓滿了，高了。伊來出世做佛，來救眾生，加這個路，按照跳出這個苦海。這個是第2項的證件，第3項的證件，咱要知啊。這個證件會使8項，這證件把你頭1項、第2項、第3項要知，來出世是來擔苦。這個苦就倒落來啊，你來知嘛？細漢咱來出世是真正苦。啲大漢，你想講清啊？大漢的是戇歹了不要緊啊。到較大漢較淡薄年就啲小士兵，愛你愛我，我愛你愛我。然後慢了過年教會你去了，打責任，頭一日攤那要打參寶，睇佢打參囝，睇佢打參姐。古啦、孫啦，下面看來一大件，所以打一個課。然後第2項，你要知啊，到你來有了些小的物件，你要離開這個世間最小的物件，像今日你小了寶，今日你小了囝，你真正小，越小越苦，因下面說，你別永遠漸大個了寶個囝。自己你就離開，自己一人離開，伊這離開嘅點聲，你看，有的人啊，就不大講啊，一個沙瓦底啊，伊馬死，伊真正小嘅馬，你看伊小，long細，漸每笪人，你看到我馬無，你看到我馬無，有的人三擺小個小，所以這個就是不大講啊，這攏總是這個世間的苦。這個苦對啲道路啊，對咱愛較少，自己愛自己唔敢嚟個會，這個愛會也是一個辣，這個辣啊，好你過出事，那是你無這個愛，你唔免來出事，特別人真係借這愛下面略見嘅享受，愛出事天頂，愛出事 Brahma world， 愛出事爽好。這攏總是愛，這個愛，伊是 energy 來，伊是力來，伊帶你一時去出事。你若是要做好，你看出事好誒；你若未曉做好，你個愛，你本談你袂愛，特別你所食誒物件，你所用誒物件，攏總是無食誒物件。像我就講一個人，好食到半死，就漸要食，伊要死誒時本要找食。按照買來做咩？做西糖。按照伊個食無限，但係買來做啲食嘅時啊，伊講真正財氣啊！你看
借点点个食，下去食，我头倒手边食，正手边食，要热阮有，要冷阮有，唔使买，唔使煮，唔使食头路。所以讲啊，这个就是不得讲真正嘅故事。所以这个怎？这个爱拢总是energy， 带咱一时一时去出世。所以你看，大人命要借钱，借钱要做啥物？要挂这个贪钱痴。假如无贪了，你无生地；假如无生地，你讲啥本无；假如讲啥无，你跳出苦海。所以头一项是要挂这个爱的心，咱第三项叫做第三个数字啊。头一个是苦，接是这道路来，就是这个对爱。第三项，你若是切对这个爱，你会看到这个时间啦，无你无我，这个用袂使想，假如若是想是用叫做清淡买办呀。你唔通想诶，你关到尾来，这个有影贪钱痴只无噗，你明白，伊家己主动扑起来，虾米物件是逆传，伊是无观念，伊无 concept， 伊是 reality 实诶物件，实诶物件，你若是讲话讲袂出，你会知。所以这个第三个数字法就是靠别爱别什么啊？别这个爱。了第四项，安怎样要爱这个物件？你就要对这八正道，这八正道，看到我这吃就是安尼。过了这个八正道，这八正道咩？你就要正见、将心照照，正事、想照照，正语、讲话照照，正业。下手做诶物件要照照，正命贪食要照照，唔通讲贪食、太假、太鸭，这做这，也是讲拢总，甲了要杀生啊，要偷窃啦，要虾米，这个甲了袂使，咱卖只毒药啦，卖人啦，啥卖查某囝啦，卖虾米，这个甲了袂使，咱第六项正清净，清净咩骨力要直直做骨力。And then 第七项正念 right mindfulness， and then 第八项正定，这面都借了，你要看到你智慧一项16个智慧，你看到明明，不是是vipassana禅，但是你无借vipassana禅，你是观samatha禅，你看到初丹定、二丹定、三丹定、甲四丹定，所以这个加了三项就是叫做正见。Right mind， 这正见就是 right view， 照。第二项的八正道是咩？正书，这个正书本有三号款的正书，头一号款的正书，Nekkhamma Sankappa，Nekkhamma Sankappa就是咩？你所想的物件，十句要直直切对这个爱，贪甲爱，买做一下。伊的目的是啥物啊？要切断甲300亿做一下无，把路啦我才会脱离这个生老病死 ，escape from rebirth。这个头一项叫做 Nekkhamma Sankappa， 第二项Abhyapada Sankappa，Abhyapada Sankappa是啥物啊？爱人好，真正这人拜，保庇啦，好啊好啦，好啊好，但是这个安尼样是唔对咯。你爱正人好，你家己才谈好，只把你才会挂这个我见我，跟后尾的我爱人好，我爱我的爸好，我爱我的妈好，我爱我的 neighbors， 结果厝边拢总好 ，and then 你真正平安。咱第三项Avihimsa Sankappa， Avihimsa， 我自己敢唔去倒落啊，我卖做着众生。唔敢伤着伊，唔敢拍伊，唔敢害着伊。这个就是讲啊，爱人达人啊，像有慈悲，唔爱去讲啊，可以去坎坷。所以这个叫做正书 right thinking。所以这 right thinking 这三项，这三项呢就是这个八正道是Samma Vacca，讲话爱照照。这讲话有4项，头一项就Musavada Virati。
穆萨瓦达吹别使讲一句骗话，安尼。第二项必须拿话家，必须拿话家上面别使听这边学那边，听那边学这边，叫做西抓龙珠，这个第二项卖。第三项巴鲁沙话家，这巴鲁沙话家是自己咁叻咩人读的话，这个卖。And then 第四项三帕巴拉巴。这个就是讲硬话，渐渐讲人臭，讲人下面唔敢讲伊家己的事，所以这个叫做正语。That means right verbal actions。有第四项sama kamanta 本有三款，头一款是唔通杀生，第二项唔通偷窃，第三项唔通邪淫，冲击人的某囝。安怎伊无讲也无骗话，淡仔顶面有讲了。咁伊安怎无讲也无食酒。once 你食酒，你虾米本来做？所以这个话唔食酒唔免讲起，你来食酒啊，人嘅物件你本来偷窃，因为人嘅无件你本来冲击人，所以这个不大看这些。巴拿提巴达、阿迪纳达纳、加美斯米切查拉，这个三项。但第五项嘅这个八正道是三马阿吉瓦，贪食爱就丢，而且贪食爱就丢，本是有这个四项，头项卢加里达米加阿吉瓦，卢加里达就是啥物啊？做人做人啊，唔通去贪食，互人困苦诶。然后有当时人贪食啥物啊？你饲了物件了，你堪幸伊。然后因这这个好自己我读到一条故事，伊这个看牛，这看牛，大只一看的牛咧，伊厝住伫山顶面，你知伊牛啊，抓物件抓袂起，伊安怎做？摕伊牛尾压，直接压甲尾来起，你看伊要死的点啥？伊摕落去才直接浪，甲这边浪边流血，伊渐渐讲啊。渐渐吐水食，伊吐水食的时候，你可以清气水伊卖食，你可以拖毛水伊摕来啉，伊住伫顶面啊，洗半碗的水啊，伊个牛来吹打，伊可以食只垃圾水，所以你看因果拍着伊就落伫两边。所以这个第五个三马阿吉瓦，这贪食要着路，头一项你人唔通食。堪兴即系禽兽，也是人本身有的人可毒即系人。头家有诶啊，听到一个古里啊，看衰了古里，直直咧，直直卖，了你看你要甲伊照你啊咩啊，真一正坎坷就对啦。所以这个是无才气诶人，才有谈到安尼头家。所以第二项是安尼山啊，米加阿吉瓦，这个就是啥物啊？出家做和尚诶人啊，伊本袂使渐渐。大啲暗讲真正鲜花真正济啦，差点有花啦，差点有果子啦，伊扣了到了一个查某啊，才到了一个人啊，另外咧，伊较西洋，伊摕一个花互咧查某，也是互一个人，做和尚袂使拿一个花，甲一个果子渐渐分人，因为他们说你分人咧，说必有感情，假如有感情，别人爱有事。所以第三项，古哈那的米加阿吉瓦，古哈那的是啥物啊？唔通骗有诶会上爱骗来骗去，了伊讲啊，我会做这个咧，所以才讲啊，教伊用 tricks， 用这个骗的路来教人，所以这个安尼有分唔对，第四项。这里查那吉瓦米加吉瓦，伊袂使讲啊，我会晓看风水，我会晓看命，我会晓看日子，这个甲了actually做和尚，袂使做这个物件。今日我人啊，出家人啊，我人是日暝请了这个家些不大讲，10分要吐死直做。直对要挂这贪钱痴，把咱的看命人的上五行，这类甲了拢总啊，别人去做，咱莫去做这个物件。
都教路啦，教我人回想的记录比赛。所以这里是第5项，第6项三马瓦样嘛，这里叫做正情境，这正情境本有4项，这里4项啊，咱要知恶的2项，恶的什么呀？有当时咱的恶渐渐起，咱要过甲这个恶，袂使互伊起做一下。咱第2项啊，这个恶咱知有伫咱的心上产生的，咱要过。他那无去啦，他那有听经啦，无激心啦。特别 any moment 伊有，because 是大伫咱的心里底，所以啊，咱就要过，唔通可以起做一下，咁未来伊本未起啦。这第3项就是什么？做好2项，像去做好什么？直直做，直直训练，直直节省，还是讲直直保持，还是直直修改？修改了看人直直清，哦，原来是节省。伊谈到一个知识地位，第2个地位，第3个地位，伊直直训练，未谈的这个地位，伊关甲互伊谈，就谈了，伊唔通放讲互伊无去，伊就要突死直直关节这个弦，干摆伊这个地位未走。第7项就是正念。正念是三马萨底是啥物啊？爱管教父的家事啊，伊教咱是叫三马塔线是啥物啊？有个人伊摕一盘的土，伊渐渐看这个土，你管土，啥物物件直直无插，伊甲它管这个土，这个是三马塔。特别我人甲了解是叫做。马哈西赛道的关旁边不到旁边，你要关了不要紧，你要关的心对这个4项，这个是个关的身躯，关的感觉，关的心，甲关的法。心咱知，咱的心若是毒的心，咱知，我的心是啊毒，我的心是啊自卑，我的心会晓去善人，咱关法是咩啊？有当时我爱困，有当时我烦恼心，有当时这个六根渐渐了啊，有当时我的疑心，这个拢总咱要关叫做这是正念。咱第8项是正定，这正定本是不大讲啊，教佛的家事，伊本是叫做这三马塔线，特别未来啊，真不大出家的事啊。伊渐渐教人这三马塔线，你佛教的人啊，真呀清净。了伊过来出事病，到佛就是讲，真下古人做好真呀济，到伊做好真呀济啊，伊人就听到经啊，伊人济无几日啊，7、8日啊，伊人看到伊个热闹了，人看到甲了物件，伊人正视的心动咱，虾米拢总甲了，伊人看到清清楚楚。宗教的占声是搞了三马塔线啊些，未来啊人直直恶，福建直直拉三，未来不大渐渐加，维巴萨那线，有的人伊个三马塔甲维巴萨那掺落去，所以这个就是不大讲啊，教咧占声的时间，他那的时间就是讲啊，人渐渐，这个六根的对人性地个真要歹。then 有诶你分段过头，有诶你烦恼心过头，有诶疑心来疑心去，这边本有这个红光堂拜，迄个本有这红光堂拜，人讲有拜就有保庇，有食有行去，无要紧啊，加拜加好啦。所以这个个了啊，占卜来甲占卜去个了，所以他人要找呢，这就是第3个主地法，第4个主地法就是对了，就八正道了啊。到你对个清清楚楚了啊，伊啲不大啲讲安尼样啊，搞个这个样，咱的看到人啊，伊听了噗弹了一个罗汉，伊听经伊集中了伊弹的样啊，弹的样啊呢，这下呢伊看到你办啊，佛教这弹了呢，不大到底这边去讲经，上边伊讲那，讲到那弹了，各位。把你一个谈，4个个无，伊只谈啊，天顶花，天顶拢总红光，第4界金光，
要斗笠天、羊毛天、道士天、法律天、住宅天、Brahma 隆重搞了讲多声，讲了没有？现在世界出户，and 今日一碰一个转法论性，转法可能跳出生老病死，and 隆重其定，and 这会使讲世间啥地当啊呢？隆重人贡献，and 佛教的怎声？哈密魔王，哈密变的魔王，分别打喊一个达玛扎克拉巴瓦达那是佛的讲一个车，一个八正道的经落去。所以你看了佛教的怎声？该日过一个谈，隆重个的谈，人搞个第五日，佛在讲，这个五个谈了一个罗汉，and 佛要看成个人入四个罗汉，and 因为入四个罗汉的点声，伊教的经就是讲啊，伊就是佛教的是伊教的经是无我的经，安那达不是我。and 这个就是什么样？头前伊人家讲 ，because 啊，这个上古的行动是唔是我来 ？and 这个上古的行动上啊，这个上古是我，这个我啊，我会控制，我会使讲啊，上古的，你乖啦，你唔通做乱啦，你唔通闹啦。特别安怎讲不落一直闹，伊要闹官，要直闹官，你咪吃唔着要放屎就放屎，你今日 supermarket 上不到的，你唔通做乱啦！我把你吃死啊！你做乱，天天对起就要放啦，唔通。特别伊讲啊，伊无插，伊讲我要放贪啊啦，你来买吹只蛮好啊，我放啲裤你听了，啪落去，你无听咧我。所以你会看无？伊本这个放屎，本伊无control，你未控制伊的。所以讲啊 ，material form 这个上古唔是我来，那是我啊，我会控制伊，但是我未控制。你我未控制伊啊，伊渐渐互我靠。像我头妈讲，老师你看，你结到半死。叫讲唔通放啦，你大龙转去才放啦，逐工见两个字你未打喊咩？伊都卖听咧话。You cannot prevent it。这头前伊讲啦，第二项讲，感觉呢本是我，感觉是啥物啊？你目睭去看你目标，了水你讲我爱，你买啊，还没输你爱。哇！袂使啦，安尼水就过好，加看淡薄啦。所以你看无啊？所以你控制，你看着这个物件，你看着这物件，虾米事你要讲爱？你若是虾米事你看着无水的，我卖个袂要紧，过就好来炒下去，所以这个你看，感觉是对伫倒落来，你。行，这个目睭，还是耳啊，还是鼻孔，还是指，还是手，去触着目标，感觉去，你若无触着无感觉去，伊唔是你的事噶，你帮着爽，主动你来爽，我老师讲，我爱，你来看着不然，哇水，我有你我爱，特别你在落来。你来啊，我就去拍枪，还是去捞啊十个人。所以你说你看行动出，英国拉有，如果就出事，你爱了就这，归 up 连，是呢，拢总是一分无杂去，放下个了，就是贪。唔使得落一个人福气谈，那你看无啊？世界里物件拢总你放下，就感觉本唔是我，不得讲，思想唔是我，你人坐看到底厝坐点唔通上半行，你若坐点啦，胖一个啦，人差300啦，咱安尼胖一个，
阿女安怎来胖啊？我不多腰，今晚我只食呢12点食了，我通下我不多腰啊！你起来是累暑假咩？唔是累暑假，安尼偏康。你若是买好这个不多腰，我咧你偏康，ทำไม无麻了？你去味法无味着，你味着胖我无胖，不胖我爱我无爱。所以你看我这个，一本思想唔是累暑假。你行啊，他们行啊，主编行啊，你今日本唔是路诶，安尼路训练了路，这个吉善心，了路主编心，安你恶毒心，你看着那路恶毒路里面，这个本是你恶毒心，这个本唔是我，安你正心本唔是我，安你看阿弟讲这个正啦，你看无比久，这个上古那是我啊。那这上古现在讲唔是我，啊，你在这个上古唔是我，伊是永远还是无永远？啊，你看人坐线了，一看就万一股声甲这个鱼啊，甲声目睭甲目标偏康甲这味素，这拢总一看就一项无，所以达过看就阿咩啊？这个上古无永远 impermanent， and then 那个梅，到伊若是无 permanent 啊，伊无永远啊，伊是快乐啊无快乐 ，and 这比古讲，到若是安尼，伊无永远，伊才叫无快乐。到伊无快乐，无我讲，这个上古是我的 ，and 大人讲袂使讲安尼。啊，你叫你关了呢？到你直直关了你，这一次慢直直接受，香菇不是我，目睭不是我，鱼也不是我，皮康不是我，鸡不是我，动就不是我。人你看就无上可无我，无上可无我。突这下呢，这里我的谈4个罗汉，到这谈了4个罗汉。6个阿拉汉了，6个阿拉汉那样，活一心伊是阿拉汉，按这个外比叫本是成4个罗汉，本是阿拉汉，按这边阿拉汉，现在这人讲，活袂使叫阿拉汉，特别活讲 I am a 阿拉汉，阿拉汉是虾米来？阿拉汉 means 清白，上高咧白波，大啲枪嚟加出来。清白白，无喷到一点的垃圾。按这个外比叫到活，成了谈了这个4个罗汉的这个地位。按活咱叫活，比较是神圣。特别在外的物件，伊的前眼，伊下面甲了赢咧5个人。按这个5个人，伊本是那是入立团，活那是去本是去立团。按大啲立团，最较管，最较嘅，无管无嘅，无路无我。and then 有了6个人谈了这个6个了，所以我要去倒一嘴，伊想看要去倒一嘴，and 后来点啥啊？大啲江边的位啊，大啲咧这6亚湾那边的位。伊按这样，伊看到一个人啊，名叫亚萨，这个亚萨是一个好嘅人，大富翁的囝，个一粒囝，你知无啊？伊的好命，本是伊阿爸给伊大3间厝，一间是讲啊热天大的，一间是冷天大的，一间是讲啊落雨天大的，伊本有查某大啲跳舞，给伊早起跳舞个暗，给伊囝伫看。这里亚萨就是伊囝来，真正好命，安怎样的好命？因为伊做好真正济。这个人啊，亚萨啊，伊伫做好的时候，我要讲一个故事给人听。这个人古早是啥物啊？伊个人的枪顶，这里是好嘅人，特别个人的枪顶，人死了，跟人家伊无棺材，伊下一块布了。
抱，直直翻，直直古龙的香菇，古龙的香菇了就拿去冲顶。and then 这个好家人啊，55个参与，拢总烧这个香菇，做互人 free。所以这个上啊，咱这边的人有的人啊咩啊，人死无观察，伊人出这观察本互人。了若是讲，假假我若是我死了无半人要观察互我，有人去讲啦，说我若死了无观察，人来好了一个观察，真正一人做安尼的工课。所以这个人本是做安尼物件，到伊做安尼物件，你看伊功德，大富王来出世，按大行照教，按伊把命真正晒人伊。按这个亚萨啊，有一日啲个一个查某，按这个查某马路只死啊，按你知马路只死的香菇也未烂也未臭的时啊，你看咧香菇啊，是真正水个。按你虾米水，伊人包咧香菇了啊，较济伊人要烧的时啊，伊人偷这个布，按这个布有时有人巧的人来偷这个布起来。做车衫人起来用，所以这个人啊，一直做这个有一个查某死一家开咧香菇，看到水水，伊看到哎哟安尼水，咱伊有条的时一观看，目标目睭看到这个心就爱了，特别你这个是死的物件。所以要做，他等伊下伊茶伊下面，无定啲唔知有塗油无涂油下油，了点火要烧。特别你看咧香菇安尼水直直烧，直直烧，直直来割，等你看到刺鱼，有人睇看，就看到啲水嘅点声，你去看咧，后壁啲来割嘅时候，看到刺鱼，有人来是看好好嘅咧。按怎头你去烧的点声，头一项骹手揪起来了，伊手无开，伊手过来割，拢种过来割，是吧？打落水，所以看到刺鱼。按这边我要讲互人听，哈咩思想入去咧脑，按里面件想，伊爱武器咧过来。所以教甲这个勘站啊，忽调你去找伊，要起来去讲经互伊听，再讲伊今日要来，大致咧所在伫天界，伊一日啊，啲忽一时忽啲成道了的时，忽大致8位，天要关早，会使讲4点啊咧，忽啲行来行去，伊大致楼顶查某伫跳舞的时。伊困，了查某讲，头家困了，咱本困，大人困。困了伊起来的时，你看伊啊啦，起来的时看到这查某去倒伫外面听个了啊，另外会使讲啊，垃圾个了，就有诶流烂，有诶满绿，有诶爆喙齿，搞，你看伊面安尼水，特别你也咧个搞。这里人看了呢，伊家己主动家己讲，刺鱼，伊尖声教，伊过扑起来，伊看到虾米物件，刺鱼，会记无伊看咧查某，迄款的形扑起来，所以直直出来即叫出来的厝啊无楼，然伊出的声歌，安尼声歌本数，特别教咧尖声。天顶人讲开咧门去，所以无声，所以行了直直行去倒落，行去一个复大的所在。有哪行有哪讲刺鱼，不大大地方边去听着，亚沙，这边无刺鱼，就听着嘿，按照有人叫我这边无刺鱼，所以看着一个复的阵。这里呢，栽落去呢，起高呢，一跪落去，就跪了不到只讲经，这边无刺激，咱负责加一经，讲了可以听，到讲了听了，噗，这下来看一个罗汉，所以目标是对得来，
伊是阿苏巴来看到这垃圾，安尼约会直直挂，这安尼伊就弹落去了啊！伊就再讲啊，伊跳出一个地个禽兽五鬼又青又怪，伊弹着了。安你知无啊？伊这边就无治了啊！早起的嘛，6点起来，我囝去大路，你看到囝无治，每个开。大奖啊！我的囝无治，我的囝无治，拿去阿爸，阿爸讲，我囝无治，安怎安尼无治？那个个一粒都知，我安尼大富翁，就看咩做即系拢种大长大锤。你看，正过伊啲看你查某的事，甲几把事的事，伊啲看你查某的事啊，伊对来讲，伊个妈，甲伊某，甲伊阿爸。讲啊，我看到一个查某真正水，特别啲小的时，我看到真正刺激，真正刺激。咱教咧点声，伊阿爸分接一个脑，伊阿妈分接，伊某分接。咱都看，伊阿爸困起啊，叫人吹，让伊阿爸分家己去吹，伊阿爸行的路，本是直直要去吹佛的所在。这个是直到落来，因果看起来教咧点声，你行路掉迄条路，也人讲贵人啊有了，所以行的时啊，咱你行的时啊，你看这佛在看中，咱问讲啊，My Lord， 我要找我的囝，名做亚萨，咱佛讲啊，你坐点，我讲互你听。你坐点，你会看到你囝，结尾你会看到你囝，佛用心当力，看起的囝，卖互伊爸看，如果是看到伊心无掂，佛讲经互伊阿爸听，这讲经落去了后，伊阿爸本谈一个罗汉，特别伊呢，也啥呢，有那听伊阿爸。佛的讲经佢阿爸，一听了这边呢，一谈4个罗汉，就谈了4个罗汉，一再讲，伊阿爸本稳，伊靠较稳，咱佛可以看到伊囝，即看到伊囝来讲，囝，阿妈啲大锤路啊，咁样对啊，即去救命，阿妈啲声拍石上姑，所以这教你点声咧，你讲囝来对去。特别你在转去了啊，亚萨就看佛，这意思是讲啊，我未对了，谈了4个罗汉未对来做在家人了，安怎做啊？佛就讲啊，你囝谈了离开苦海了，伊未都对去做在家人，对六根的享受未了。伊阿爸就谈了1个罗汉，伊接受，伊讲到那是安尼，我的囝是真正大才气，伊杀戮个伊囝，咱伊对去，所以放个囝甲佛，伊就讲甲佛，这个亚萨讲甲佛，接受我做回向，咱你看不到就讲，敢唔比古，这头毛绿加些情了。这就是讲，伊正式伫做好个了安尼。所以你看，若是人伫做好啊，教你点声，你拄着贵人，你行路，有你大找袂着，你行路是着的路。所以这个就是，所以就转去啊，这边啊就是第二个请救佛甲亚萨来听。亚萨来听了不要紧，伊妈甲伊某不来听，所以伊妈甲某听落去，一本谈1个罗汉，这边就是讲啊，伊人做在家人，谈了这1个罗汉呢，是这个阿妈，伊阿妈、伊阿爸甲伊某甲了调大地上边，所以这个看人你知。就是讲啊，个亚萨一个谈了的时了，
你在亚萨有55个朋友，特别有4个朋友咋？而这个4个朋友是维马拉、苏巴乌、布尼亚基、国王巴蒂，这个4个啊，一听讲，我一个好朋友名叫亚萨，提了吐鲁古，提了秋秋，然后请委员上课做回想，这个是特别唔捌听到安尼物件。and 这个本来去听，讲是虾米事？这个人安尼听的人怎么怎说？提啊吐鲁古安这样，所以人去看去找个亚萨，在找个亚萨拖去找佛，在佛国讲经，这4个本所谈，所以搞了11个了，佛一个5个咧比丘，了这个5个亚萨个朋友，搞了11个。而这个11个了不要紧啊，嗰50个亚萨的朋友来，就听讲哇，这个5个嗰了提吐鲁古嗰请位家说干咗样，拢总这50个过去看的朋友，就看了拢总分成了4个罗汉，就61个了。而有了61个是佛教佛讲啊。佛经有了，咱一讲就佛经啥，你人60个去传经，救这人生老病死不要跳出，看咩去救一人，这60个去传经，佛本身讲我要去一个所在叫做乌鲁维拉，这乌鲁维拉我要去救一个会上，一个那边一吨的这个修这个叫做拜会的把你教的人，这个把你教的人听下我只讲，这个就是讲啊，大概我爱讲这条经就知道啦，拜公妈的经啊，就是讲啊，古早有一3仙的叫做王囝，伊人出家做和尚，这出家做和尚了，伊人做沙弥，这做沙弥了，伊人大主。大日报时，佛教的点啥？伊请的人有2种的人，一种的人相信煮好好，一种的人有哪煮有哪头体有哪食，咧鸡腿鸡虾米直接砍，家己食，有迄个砍也对好无惊，剩这鸡骹喙鸡头壳这个保死哦佛，所以这个拢总来出事做恶鬼。咱这个佛成就刚我了后，这个恶鬼啊，鬼拿穿的，改了拢总我要来讨功德。那我大概讲条经就是去拜公妈的经，就是不大教用的心中啦，互人看。恶鬼是真正济，咱拢总真正奇异的物件。所以这60个去传经。特别这传经啊，真正济啊！传经，有听了啊，那是先进识是听了有路，有人听了无路，有人听了咪啦，是我那点讲这个经呢啦，无别行的经，讲啊别行较好听啊，出辈多像好咯咪啦，安怎这个了咱的经都无好听的所以这个啊，先进识是啊，听了有路，来出事是来打 call。就你知，所以这个啊，真正就听经了，爱做和尚，咱达你啊，这个60个就带队来，咱负责来个可以人做和尚，了买来负责讲，你人60个免，你人会使接受，咱家人安怎做？到你若是要做和尚，你就要剃毛、穿家西、跪咧和尚，咱礼貌。Budang saranang gacami, damang saranang gacami, sangang saranang gacami, msaito, circumcise, msaito, baptize, kalau mian ni. And janji lu sai tia, lu na lu tia king, kata lu be ki, Christian lu pun sai ki, Buddha bo gong be sai ki. That's all lu kuan Buddhism 真正公开，但是lu tia 这边lu去批评看。Buddhism 嘛，你问虾米物件，我会答应你。特别你问真正一项物件，对别来讲，嘿，未使讲，
如讲安尼，你想着红光啦，红光听即法咱袂使讲。你唔是讲啦，最做God，嘿，这个 God 袂使讲嘅，袂使讲。所以这个物件，不啲心真正公开。所以你看买来佛互伊60个讲，你会使接受做回向，安伊就要念不当杀人个啥物，安到这边了，一点钟了，所以教我听讲啊 ，Today is the last， 我听讲是无唔知，有个人讲是我唔知，啊，安尼要不要紧啊？若是讲啊 ，the next time 我过来，我才刷咯这个。安尼迄条是你看，现今教的点啥？你看一吨来30个，按1000个隆重来，咁摆买来讲啊，哎呀，世间出福啊，隆重的查甫去做回向，咧查甫真啊，就人家做啊，啊，就死咁菜啊！所以这里本是有人讲，就唔讲啊，唔要紧，这里有人讲，after that 人知。都到这边为止啊，就点钟了，都咱来回向，都沙度啊，有报有报说，我要讲淡报告者，讲安尼这边啊，做工人较少了啊，请路人唔通去山进这300，个了隆重下支收背包压来压去。有人听讲，他那这边本来搞了啲大俩进来进去啊，听讲学讲这个水清，了这边又听讲是这边的这个做工人减，有诶有走去到路了啊，这个面子就讲啊，都人倒下手唔通做垃圾进来进去这物件，啊，了落来我才刷落这个经，这个经我就讲啊了话，简直是第6礼拜，佛的历史。按顶个礼拜我有讲，你看一个人啊，伊故时伊渐爱求这死人来烧，伊是好家人来，伊人烧啥讲，啥他那有个人啊，人死无观察，伊出观察，特别这个人伊烧好了烧，啊人的上久啊，伊烧了啊。伊自己看咧查某，啊未烧时，水了伫烧时，安尼看咧物件伫过来讲，伊用安尼关，就安尼了，伊买来啊，伊搞到一个点声，伊会用过要熄个声，伊这个杂声渐扑起来，看到这个渐讲一句话，刺激，因为伊的这个目标，故事国家的目标，一直看咧死人查某的点声，啊，这个就是亚萨好家人，买来你看这个亚萨出街做的时候，成了4个罗汉，了伊某伊鸟，伊某伊马甲伊阿爸拢总成了1个罗汉。今日我刷路啊，马路这刚我这环境的时啊，买来贵啊，和亚萨做回上了后，了伊慢慢去伫一个所在，伊去伫一个所在叫做乌鲁维拉，到这乌鲁维拉的点啥？伊要去咧所在啊，到一个所在，伊停一下，伊入去伫包位。你还没说佛再讲会拄着1吨的人，有影伊弯入咧巴了后，伊看到30人的30个好家人，坐伫这个巴，无在这去江边啊，咩去做流热，像piknik安尼啦。特别人去做流热啊，逐咧带某去30个啊，人带红姐暖暖的甲了去，特别咱这30个一个无带某。你无带某呢？伊带一个叫做啥讲哦，歹查某对去。所以人伫流热伫佚佗水的时点啥？这个歹查某呢，看逐人偷会进去啊，一吨。所以伊头体人会进去，甲了这个查某走咯，就走落去了，这查某就知讲，哎哟，这查某无伫了，去看有影啦进去哦，这个查某退去了。30个，甲了拢总来29个，咧无再讲这进去甲了无，
了唔是吹咯，了只大波人种起来啊，大吹啦，直直吹，看看这查某有伫无，吹无了拄着佛，拄着佛了，伊才讲啊，伊本唔知讲是佛来讲啊。先生，你有看到一个查某跪这边无？咱啊，佛教佛才讲啊，要找查某较好，还是要找家己较好？这是30个钟，虾米叫做找家己较好？伊讲，若是这两项，我想找家己较好。了就安尼，你佛讲啊，但是若是要找家己，你都能借我讲经给你听。咱佛就教人，这个就是佛法，就是讲啊，今日人生活好业是对报。